用文本扫描仪，我用文本扫描仪哈，文本扫描仪，按这个哈大圆圈圈的，就好像那个照相机那个按钮。按下去，不然就是已经照好了，图档叫出来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左边第二个正方形的图有个山，那个照片叫出来。现在哦，看看那个方向倒了有没有办法处理。正常的拍啊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拍照出来变成方向倒了。哦，你看，它是在转就是在处理了。因为你照片已经处理好了，它是处理照片然后变成文字，所以要时间了。你看，以老师的开示，那如果没有时间慢慢看哦，那你就按这个右边哦，那个分享那个，然后可以让你选，那要传到 LINE 啦，或者是要存起来的，或者是要打开朗读啦、翻译啦、记事本的简讯啦、蓝牙的还有蓝牙传到短影碟的来大声朗读啦那我们选，现在是透过大声朗读分享，按点线一次。一、老师的开示。讲师的意义是在启发修道人的良知良能，激发修道人的善心慧解，散发修道人的热忱力量，激发修道人的菩提悲愿。编者按启发乃开发诱导，更知为不学而知，良能为不学而能。激发是激扬奋发，善心止与残，愧二法即无贪、无嗔、无痴等三善根相应而起之一切心所，慧解乃智慧之用，能了解诸法。热忱力热烈真挚的心，希克尽也菩提，梵语翻译为觉法性。悲愿是佛菩萨大慈悲所发之誓愿，更大于身为讲师所应具备的条件与认识。要有正确的讲道观念，讲道并不是为名闻利养而说，不是为胜过别人而说，不是为受众尊敬而说，不是为功德益见而百分号，而是为上帝真理而说，为劝化众生而说，为了愿发心而说，为消灭业障烦恼而说。编者按讲道并不是为了打知名度贪图供养，不是为了竞赛，要和人比个高低，不是为受人尊敬，赢得老师的开示。老师的开示那个是书本编辑的方式啊，页码的旁边都有老师的开示这5个字啊。那这样要怎么处理这个文件档？刚刚有个百分号那个应该是缩了，因为一系列都是缩。按退位键，屏幕右下角三角形向左退位键，退到上一个层次哈。更这个应该是良心的良，按哪里可以编辑修改这个文字呢？按笔，按那个笔，按那一支笔才能够修改这个文字。良知啊，所以扫描有的时候会有错误啊。良是了一昂良知啊，不学而知，良能为不学而能。会有错，可能是有的是标点符号，有的是破音字哈。
那不是2点，是应该是分号。那是分号。他也喜欢用分号的哈。有分号吗？分号，中文的分号是这个，它扫描出来的是英文模式的，那应该是这个中文模式的分号。而说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好用呢？这样才对，文字有的会错误。你看这个字下面的被遮到了，要按哪里呢？按右下方圆圈的绿色箭头向左这个，按下去。哎，不对，哪里弄错了？哎，不对，这样怎么有办法？移动下面的，如果是那边有错，要怎么修正呢？这是角形的符号。先把它保存。先退出来，然后按，然后再按这个，这样才有办法移动，才有办法看到最下面那一行。就说先退出来，按那个最后一行那边按一下，然后再按那个右下角圆圈圈绿色，还有向左箭头那个键，才有办法把文字向上抬高，移动上去的。